信关注东方大剧院。东方大剧院3月6号到9号，连续4天晚上7点15分，邀请您坐在家中看我们少白现场演出的越剧《梁祝秦汉》《孔雀东南飞》《李娃传》，不见不散。微信关注东方大剧院。东方大剧院3月6号到9号，连续4天晚上7点15分，邀请您坐在家中看我们少白现场演出的越剧《梁祝秦汉》《孔雀东南飞》《李娃传》，不见不散。弟弟，妈妈说蔡尚书正也是请你空上台档，叫你快去梳洗梳洗，下楼去。你去对妈妈说，我身体不适，不去。我早就对妈妈说过了，那要看我姐姐高兴不高兴。要是不高兴啊，我要说是上书也是，就是再想太子，姐姐说不下来，我也没有法子。姐姐，你看。引起我的私心来了，我何不把黑狼比作杨贵妃，以奉死人母亲，还我担下牙去放。
牙牙求法，无情风雨太红烧。空楼灭子长生殿，马嵬破败遗恨杀他。世界娟秀，不知出于何人手笔？呀，摩天里，火箭楼台一鸟声，风尘君意，我是天下。姐姐，你看那位公子不判出声，鞭子掉在地上都不知道。手里我拿着你写的那张金签呢。群妹，快去把那金钱拿来。哎，请他自讲。晓得了。看他那一双俊模样，顾盼有人去不明了，今番我正把在下是杂儿藏。空楼灭子长生殿，马嵬破败遗恨杀。相公，啊，你的鞭子掉地上了。哦，多谢多谢。相公，你手里那张金签是我家姐姐所写，快还给我吧。哦，莫非就是楼台那位小姐吗？写的怎么样？此也有缘，另有所指。只是据海棠比喻杨贵妃以奉私人无情，月生实不敢赞同。看不出你还是个笃信之人。有我请教，请到里面。相公，雷旭，相公，雷旭，你怎么跑得这样快呀？雷旭，快牵着马儿去长街等儿。相公，时不早了。时光晚早得很啊，快去，快去啊，去，相公，请。去。请问姐姐，不知此处是哪家大所？你问这里么？你且听了。八国王朝你难猜透，王子龙生的马人。哦，原来是姓李的，与当今天子同姓，怪不得你家小姐就非人杰所有。
生仰慕辈子，明日一早就不开门，尊称奉法。行走，相公去下。这是事业有缘，另有所指。借海棠比喻杨贵妃，以奉私人无情，小姐未免太过责了吧？哦，若生王家平类，王妃见怪。不管，请坐。谢容。去红宽茶。请问相公，现相何事？才能够堂堂正待领教义，三岁有英状元。他言辞恳切。
我怎能来？听说是菜场子要把市农归，不与我心生一家妹，今有比他把来心妹，再设法摆布这个四道头。你可来了，我真有件大事要与你商量你。什么大事？唉，说来说去，还不是那个郑元娥。至今来到园中已有1年，把着那个牙仙不放，客人也过也不见。如今人之有望，你叫我是何是好啊？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呀，买小未见草，曾经顾不了。如今那个姓陈的与3级扎进，就将他一击踢出，不就完了吗？哎呀，可他是阴阳贵族，官家公子，我们不能勉强安官呐。那也容易，我们就使他个金钏破巧自己。怎么个施法？你骗那个姓陈的，先到竹林寺摆成句子，等他一走啊，你再带着牙仙趁势离去，混到我家产子，等那个书呆子回来呀，扑空一掌，岂不是好？哎呀，好倒是好，只怕牙仙他不依，连他也一起顽固啊！哎呀，我的二妹子啊，你不知道你那这女儿与这女儿当得妇女，啥是连他也一起顽固，将来心思灭我的，真是得了。哎，有了，你不是说这女儿与那个郑元娥今生是黑吗？那我们就在这个镜子上面做文章。镜子上面做文章？你呀，难怪别人都称你为女子的你。好，事成之后，为妻一定重重谢你。谢我？说啦说啦，你呀，对吧？恨他前世挽留一片娘子啊，陈郎是你呀！娘子，这陈郎。
今日修的金子，不知可还在一回？真是气死家人哦！哎，义父们怎么能称结是家人呢？我实际是修金子的神哦。你呀，哎呀呀呀！虚名水桥，金碧辉煌。不晓得要高兴的怎样哦。哎，金子虽好，可惜缺少一根相称的头巾可配，怕有些美中不足矣。长老，你看。多谢娘子，娘子也得领曾经奉了金子有孝敬，我愿我真是三生有幸，等于你此心生儿情。娘子真是他也他对，岂不问去爱喜美？前几天都是白粥，今天倒是人儿连心梗，也不知道妈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是好也是对的。拿进去吧。哎，雀妹，你去拿屋子的银子交给妈妈，谁说是姐夫向青玉借来的？姐姐，姐夫银子用完，妈妈脸色难看，这几天你要小心了。知道了。今天怎么忽然等成人儿连心梗来了？姐姐，银子拿来了，我去教育妈妈。好。宽敞外龙飘尘水，
仙啊，我知道郑姑爷银子已经用完，怎么去加了账来见我啊？唉，郑姑爷在我家住了1年多，确实是花了不少的银子。妈妈明白才好好。这是我们行员人家靠几代过日子，总费了就有。妈妈，你勿让银子用完了再说。亚仙啊，我在想，你和郑姑爷反报恩爱，必定无定百岁之样，何不将这50两银子借姑爷作为盘算？为到长州府里逼命上亲，让郑家配备落礼，借来迎娶于你。妈妈取消了。哎呀，我说的是真话呀，真说是取笑你。要是你们恩爱夫妻得罪心愿，妈妈我们黑博士已经有了靠傍了。唉，这是阴阳人家，乃是天下王族，非名门不取，怎肯应聘我们行员人家？亚仙啊，此配一两是不语，妈妈我也是过了身，给郎中有多少三字黑门，几曾见金泪错过配两意，亚仙啊，趁着你晨光未老花正艳，找一个门无相当的从良人啊！儿与陈郎恩母爱，他是一片真心情一生，谁不能相爱共他手？但愿的是苍天风一情去上。亚仙啊，妈妈我知道你真是喜欢你那郑郎，这是你那点积蓄，只管郑相公在园中过上3年5载的。亚仙啊，你不要太任性了，纵使你不怕耽误了你自己，你也要为郑相公想想啊！妈妈，此话怎讲？我来问你，郑相公到京城是做什么来的？奉父母之命上京应试啊！哎呀，说的是啊，如今他沉迷于你，经说不读，文章不足，今年乃是大比之年，你叫他拿什么去考啊？如今你还要留他，岂不是蹉跎了他的青春，耽误了他的前程？这个长此下去，你要爱他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爹娘。这种事在我们行院之中，你难道会见得少吗？亚仙啊，你不要爱郑相公，反而害了郑相公。趁现在设置外部长，跨到战乱马，所谓两别。听妈妈一番惊心话，不允我心乱是马。陈郎今生必须嫁，我一生不负真安他，总算是双双跟他乡，我真诚
就在水府那边等我一里，那我先行一步啊！怎啦，娘子？你是不是不舒服？你见了这对镜，谁见我压心一步？娘子，你不是我哦，妈妈，我们今天不去了。哎呀，今天是风和日丽，正是烧香有成的好时候。杨仙，你说你，娘子，是啊，陈郎，你去吧，去吧。那我先一步，你们随后就来。亚仙，你不要再误读了，快再为娘走吧。哎呀，陈郎生不逢人，雀妹快来！
上算吧。姐姐，雀妹，你说滚做临时，把100两银子交与你家姐夫。娘亲啊，正想讲你骑马走远了，叫穷是我追得上你。你若信得过我姨妈嘛，就让我替你到竹林寺走一遭吧。姨妈，你到竹林寺一定要找到陈郎，你对他说，好好为尊鼓励，再也不要想念我了。陈女儿放心，我一定做到。穷，快扶你姐姐从后门立即上船吧。就当着我的谢礼吧，那我就不客气了。你呀啊！下一刻的来京城，此次新房小主城，大铺条如一次，今日里自不相蒙配情蒙了老爷之命，行遍长安前程，想不到今日却在铁门之间看见我家大相公才长出三国，待我等他出来。长江
老儿今顺特巧回几路，害得我异乡他的态度穷。呀县啊的伶仃啥子养鱼湖，怕的是雨打梨花开了红。到如今两地相思痛，啥来抬你我彼此何日再相逢？大相公，谁是你家大相公？你不要弄错人哦！大相公，你怎么落到这关天地？我要落去不成哦！疯了，大相公，疯了，大相公，疯了！大相公，切莫悲痛，快带我去见老爷。怎么，我爹爹他也来了吗？老爷来京比肩，意有所愿，新访大相公走遍长安。我是今这个模样，怎能前去相见啊？自从大相公断了消息，老爷夫人谁也想念，天因今日得见，正好父子团圆，还不快先去相见？钟罗，我爹爹家教敬业，难道你忘为了吗？老爷家教3年，有道是五子国弱，有关天心。如今他乡相遇，真正天大的喜事。老爷喜欢还来不及，哪里还我怪你嘞？钟罗，我弟弟心情不好，我实在怕得很啊。老爷心情不好，大不了骂你几句，当你记下，你生人一死也就完了。不要怕哦，与我你。钟罗，你老人家一定要在我爹爹面前多多与我说上几句好啊。你只管放心，快随我来。哦，来，来。见了老爷，你可千万不能说实话，一定要按老奴教你的话。是呀，要是爹爹他不肯相信我的话呢？只有老奴在旁与你帮衬。哦，快去吧，去。哦。钟罗，我实在怕得很啊！不要怕，不要怕，快去，去。
家爷，大相公回来了。家爷，大相公回来了。钟老，你怎么讲？大相公回来了啊！哦，我儿回来了，在哪里呀？在哪里呀？大相公跪着你。钟老，我命你寻找大相公，你怎么叫这孤狼前来呀？他就是我家大相公啊！就是你家大相公，你在哪里找到的？这东门大街。什么所在？一个非常热闹的蔬菜呀！下魁何人？不晓儿愿哦。你竟要为我，因我不抬起头来。儿不管得对，你抬起头来，你抬起头来，你见怨我不由人气断官场。我生命真实无辜犯，却为我报应这奴才。想当初吴家里上京赴县，催你马一群酒，样样皆见。无名呐，小来心，与你作伴。你领应是车子夫，怎有一天？难道是这些年你生疼我言，官家子做过郎，你爹做祖先，你祖母曾为国做督察员，吴伯在也人在长者为
你是红梅身在鞍山，你我父子人下边哦，你夸得为母色色言。必须有人明反大错，这也是死的的啊！都在往下讲。那一日高王我存他江湾，归夜里无月色无门天，三更时忽听得他声呐喊，送皮路来抢劫，一拥长春。像那王我两我，乃至朝廷从敌，早些都有官兵防守，岂有逃着抢劫之理？分明是你这奴才，实则花尽夜色独当，脆弱的身份光景，今日在为母面前，你还要巧言自误，走了那夜的假法来。万贯巧言把目光，生中常有神来望有面目为故乡，中了中杀自责情况，我切这去正好这话堂，今为孤狼面世上，岂不颠着我们将奴才夸把神言讲。拿来！家爷，家爷，杀不论长臂在却讲，老弟弟开儿在关江，差不多总是也不到齐强。
你我讲，你我讲。你讲，弟弟，家写山川人烟花，岂有是列车妇女不传承？他是个有才有貌的书香女，更难得他并亲有气心坚贞，宁可好一年生于孩儿应下塞门，脑中君把儿闹，他恰是事关财不变心，一丈楼去回谁？他为了儿愿许自分妻奉承啊！你此次称赞一个烟花女子，难道你还想娶她为妻？弟弟，他得与亚谢结亲亲，而此生愿做夫他。在哪里舍得才收下你这个四门八步的子孙？那你宁良用尽，无可再及千金；今可无靠你，还可再等下课。如今你里面烟花女子，今晚想娶她为妻。你把我城门望着，在何地也？我城门请把这剑将自身，思想离你平等。吾为人一生多端正，时时可以被归尘。长者宿在你外面，从你承恩。天里
把你比高娘，娘也为人。就是长命在出家，而也是死而无悔。这是弟弟年迈，肌肉化家，母亲养儿一场，不能再见一面。倘若母亲知道弟弟今儿长命在出家，听我与弟弟争吵，儿生不能逾越丧亲之心，儿死后凡是儿老有病瘫之恨。弟弟呀，老弟弟倘若无知之情，还需你儿的把法母亲。弟弟呀，老弟弟，有道是糊涂也不成亲子，盼望老弟弟上下留心哦。弟弟，弟弟，畜生！我都不知只是不是那忠人孝子，像你这样说门把我的子孙，我也能不成。府中人托你种子成功名，岂用你母你子子把门庭？我思念相儿心疼。
弟弟，当不起了，当不起了，弟弟，我也抢不起。弟弟。了却心头恨，我怎么写了这祸根？家爷，大相公死得这般凄惨，得老奴去埋伏关了，将他葬殓了。要瞒，请我大大的买2副，买来何用？连你一并葬城里面。此次就不买，谁滚买？不买，谁滚买？不买。走了，家人，放在你家买什么？买棺木，买也随你，不买也随你，只得老奴去买。像这样说门把武的之贼，叫他们什么规模？将他的死者拖到黄家去，你我头，你我头，你我头。
每日上家来回跑，那来求讨，这里常常梨花落，不管场面家节高。在下花子李氏，历日风雪人大，家家关门闭户，所有的展堂人外已经吃完。唉，不免交出月下商量商量。月啊，快来哦！来了。有理。哎呀，你我都成了土地老爷了，还真是个理哟！多管大德将我救来，虽然百年缘中，你是月生的救命恩人，怎能不见其礼呀？哎呀，其礼又不能当玩笑，算了算了，哎来，暖我啊！哦。哎呦的呀！侬看，连日风雪人大，家家关门闭户，所有的展堂人饭菜节节都已吃完。哎，眼看就要唱空人记喽。哎呀，我想冒着风雪出去讨点东西回来，吊命。啊，李师兄啊，你看外面这么大的风险，但月生一人出门便是了。哎呀，我好不容易从荒地里携带中把侬挖出来，一口热气的才能挖走来，这样大个风险，侬吃不消的呀。啊，李师兄啊，你看月生的身子不是好多了吗？哎。面色倒是好多了，哎，那么我一同出去讨点东西回来啊，李师兄不知怎样一个讨法？哎，听说侬做了歌了，但侬个无情当时，哎，侬有一只好嗓子，那么我来叫侬唱个莲花了吧？啊，莲花了，哎，神教了，哎，个好歌。哎，那，那么侬看着我，也着我啊，来。一年才过有时，一年才要好，红呀母子连理，只听得鼓儿们咚咚咚，白儿们嚓嚓嚓，叫得那官人民啊娘娘们啊太太们有什么吃不尽的毛头皮儿包子叶儿磨饼馅儿撒一些小气儿哟，红呀果子莲花落小梅花，哎来，哦哟来啊！一年才过有时，一年成月好。
哎呀，哎，那么俺一同出去讨点东西回来。哎啊好。我的呀，我在这边，侬在那边啊？哦。要得着，要不着，都要早点回来哦。哦。冷月起风，思念深，相称来时雨，夜半梦见。今你苦曾陪我常为君心。
是你回转故里去听嘞，你才是同往花烛一记情，你面对心人，求真求真，我愿你西窗萤火情发生，我愿你情云一路早攀登，盼着你进去报飞进城呀，先是总是望见也无遗憾。没有见证，须快问了。姐姐呀，你这边自己看年生，盈盈巧才深深深，又何必多思人悲伤沉，你修成了今世去暖后生，总在我今生难见人面，这就是能解呀先思君心。姐姐心生恩一生，谁不该放走姐夫心心？去美你半年轻，这人世沧桑也能自行。你真想为己一颗心吗？我知你是肯苦酒苦思姐姐，去美。姐姐，妈妈来了。妈妈，请坐。雅欣啊，这2天你可好得多了？蒙妈妈关顾，女儿我好多了。其实好得多了，从明天起，我儿就该重视之分，准备解卡。雅欣啊，妈妈
我知道你还在思念你那阵啦，可是你也要替妈妈我想一想啊。我们行院人家不耕不织，全靠你挣钱养家。为了那个郑元和，你一病就是8年，四季逼你监狱，你万事不肯解开，长此下去，怎生得了我？雅谢我的孩。休要呀身心，为娘子不中心酸也自己。张樱桃啊，此际女子非心活，乱人那个有良心。你听娘劝，这头啊自犯，灵宝琵琶去宁心，趁年轻用眼上一生，这些名字多光阴啊！我心里会案子有金毛草土缠身，说来说去，你还是放不了你那个郑元和。我老实告诉你吧，如今的郑元和已不是当初那个风度翩翩的假公子，他呀已经落魄嘞。妈妈，此话怎讲？我不是两你也不知道，郑元和啊，如今穷得要命，他呀已经做了孤郎嘞。哦，作为孤郎，也将父母们情侣之成。还有呢，他弟弟上京将他刑着，换子却将他当死了。妈妈，我想父子国说神之天性，陈郎终也不是，不过年家棍手这一家法，岂为接近到当是亲生之礼，女儿难以置信呐。哎呀，信不信嘛有你啦。不过郑元和虽被当死，偏遇着北地院的高胡子，把他救活了。北地院是什么地方？哎呀，北地院嘛，就是高胡子的穷苦啦。如今啊，他在街上当上了深水大将军，这里还喊着算人老爷孤把身亡哎。总可以死心了吧？快听着为娘之言，即刻要紧。雅谢，我们母女相依为命，你总该替妈妈我想想这事啊。妈妈，姐姐并天共语，你不要被他太深。你还是让他再好好的想一想吧。那好，等一会我再来问他。妈妈最好，妈妈最好。陈郎啊，陈郎，我愿想救你，不料我真还苦你了。
姐夫送去100两银子的嘛，姐夫怎会落魄到这般地步？哎呀，雀妹，你哪里知道？妈妈她心疼碎了，只怕100两银子未到你姐夫之手，我一定要到北陵院去寻找人啦！姐姐，这冰天雪地，你到哪里去找姐夫呀？我就是请遍长安前程，也要找到陈郎下路。姐姐。姐姐，且等我当天北陵院所在，我陪姐姐一同去寻找姐夫。个九儿从此曾愿何当十百为师，谁与我这莲花落里高儿，好似他走进了烟花寺，不为必写去了龙锁寺，他要再唱一个大故事，这里不是平山平的风流，浪子莲花连个莲花落又红。老爷奶奶，做做好事吧。啊，你为姐姐应应好吧。啊，你问我年轻轻的为什么流露乞讨？娘娘听我讲，哟呵，黑呀何子连理，狡猾的也有些的高莲花，连个莲花落又红。有件事我也曾搞错司马大惊袍，四叔父亲可早早，为子为迎风远走去行好，恩爱夫妻难尽好，莲花连个莲花落又红。你问我如今为何落到这般地步？人前用完了，把娃儿擦了脑，马儿陪到了，来新白没了，将我滚出门，只落得穷途潦倒。我的妻不知哪里去了，我落难受不得已了。因此他当上一个莲花落
奶，运好吧？我不是在做梦吗？这不是做梦，这是真的呀！真的，雅欣，真的，雅欣，我总算找到你了，雅欣。陈郎切齿悲痛，我来问你。当初你到竹林寺烧香，我叫王姨妈送了100两银子，你可曾随账？啊，没有啊！好狠的飞马，可恨报儿恨心肠，害得你流落长安做孤郎。相逢在秋江，是不是你我多当把命丧？有的。常言道糊涂不识字，为什么你不狠心？要去种粮。鞭子底下，我就泪花。听此言，我心事悄，陈郎情深，我才你更难受，害得你归宿尽相残，害得你流落长安，也门乞讨，
将我是家早不应，罗平康，亲儿女生饭，才那条。金润特巧自己，把我赠与陈郎的100银子全都吞没，害得陈郎泪落长安，人做孤郎，这叫严丝报了。他为无婚之秋将都当一等，险些伤了性命。他无知究竟与我何关啊？妈妈，我想前来谁之无情，难道生死虽没有功利了么？妈妈，你要再思再想。那以你之见你？一孩子前嘛，孩儿已经见一莫孩子所及财官税色不下千金，儿女与妈妈20年一时之用，以做所生之费，儿与陈郎邻国邻居，不劳妈妈过问。你说的倒是有意，不行，秋红外不就换了出去。你妈妈，你这不义，儿将财帛抛身江西，随后再事业生死，管教你身材良苦，娘子怎么？我的天哪，这家伙怎么办呢？妈妈，怎地把姐姐逼急了？我看你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今日倒是铁了心了，虽然倒是那个好，为娘答应你就是娘子
李长征用光焕发正京城，我去红京城封了弟弟10年文相，8世安贞。雀妹，你姐夫呢？姐夫在院子里商量呢。啊，就是我有情。我想陈郎饱经风霜，离秦晋县，怕他一直消失。等他来时，还需我应相劝。苍生离情有心梦，这场青云在心底。来了，啊，娘子，你怀我吗？陈郎，你看，苍生历经有些梦，这场青云在先边。陈郎，我把书案理好，快来读书吧。读书，哈呀呀呀，黑内文章无不偏来，事业途径何必费心哦？哎，有道是书难目的也问无穷，这书目哪有途径之理哟？啊，娘子啊，我凭中郎举起天涯，因为了乱一日马，只愿与你长厮守，长安市场痛快快。郎君啊，这什么品种郎君几天涯？靠什么因为了乱一日马？你可知少长大度凌云子，怕了头空是听非是张外了来，皆因为曾经先长，曾经先长，且惜你满腹经纶与才华，郎君你胡须眼开亮啊！
相劝，就把书本拿。去吧，你去谁吧？正是曰吾日三省吾身啊，娘子，你看这对鸳鸯一同戏水，好似你我一般光景哦。娘子，哎，长老，你怎么放着书本不读，倒困起我的正思来了？哦，娘子，你来看呐？什么？不说话，只做赢家，月明似水头上洒，只愿与你一同度用，身故之苦在阴阳，在阴阳。去，哎，长老，读书的时候嘛，应当好好的读书。等你将来高中时候，去日时光，年事对于。哦，读嘛。
的读书人了。好好好，此事抬个声再读给你听。杀人积极以君君义，其儿之事为儿之妻。此事必备临日求情，悄悄谦虚眉目盼息。念下去啊！二更天了，要什么也好材了。陈老，你再争这些精神，再读读一会吧。啊！你在看什么呀？我在看你呀。哎呀，我知道陪你读书做些真事，倒要符合你的功课。好，让你一个人呐，在这里清醒地再读读一会吧。啊！哎，娘子，哎，娘子，娘子，娘子，哎，你来做什么？找书本，哎，找书本啊！呸！这书无经，不都好好的放在书桌上，怎么找到这里来了？呀，灭是浮云换杂路，地不两地同情诉。你呀，身边秋水生花土，我给上心切，还读什么书？陈郎，我来问你，你究竟为什么不肯用功读书呢？嗨，并非我不肯用功读书，这怪你哪里上君我。秋不流兰，孤盼独自，不由人衣裳情切。这书嘛，我实在是读不下去了。哦，你是为了我一双眼睛，竟是你不肯用功读书吗？真是你哪一双君我，好比两个金龟，把我的文灵儿都勾带去了，我哪有什么心思读书啊？天哪！竟然为了我一双眼睛，竟使得他不入分离，死里逃生，此境有其一功名。长此下去，岂不要潦倒一生，永无撤退之所了吗？
起句赏问我，免得他一张有心情。他不是娘子情非天上见，才去早将归后年，世俗空头复功利，高过后落我更不脱离。十指望夫妻结姻老龄间，抢不了娘子为我天上言。有万般苦中有隐情，家造不应落风尘，呀先何才困情，我不嫌你黄门他所派家子，我爱慕你心诚才高深自诚。想不到你为了将我压心连，你的父一边团结父子情，边边血痕引军生啊，边边痛擦呀心。
方知在人海风波现一生，天人与君重相逢，是安到苍穹八十名。我要扶郎君谁在此？要派郎君本来身。哎呀，陈郎啊，我全都非为功名。我素来富贵荣华40岁，我要让世人看看，情来女子与何才？世所偏见，功利无成。陈郎啊，他比自己才今年，情缘有如此终须等。方陈郎，你听我言，你莫问呀心片苦心。从今日他家本是几少年，把门苦动为红衣，高级娘子贴帽子，把他个扶摇城上就从天。我要放狗出来咬，真是狗眼无惧，口神去，嘿嘿，从早街上大家讨狗钱嘛，长安城是人人识，个个才艺。这件事真算对，估计喜欢高花子得中了头名长冤。陈女我这一时在我落难多亏得愿中女立志压线，常员公传败了三个罗元，今日里到与他打马挂冠，大家上陈永基跑路手段，
人人相快一快，辛苦状元。耳听得道路下，我站在路边，高伙子看热闹，我腰里云颠。草落乡亲皆哟，层层层叠，滚桃上挤满了弱女红暖。见一个乞讨人，路边菜里混用也好是那李兄一般，陈元和在马上高声叫喊，那边可是李师兄吗？哎呦我的呀，我这里急忙忙下了调案。长女兄弟，当初煞非恩公相聚，月后焉有今日？恩公请上，随月后生生一把。哎呀，长女兄弟，长女兄弟啊，在这大家知道，哎呀，不好个，不好个。无妨，神来牵着马儿，我与李师兄一手同饮，为尊幸福。李师兄，请起。雀妹，快念经我听！贵妇长叹老爷娘我得中头名堂已经接报郎去的，只怕虐待归故里，都望他隆隆高挑有志强，都望母贴母全呀。
子知吧？你真的告中了？真的告中了，真的做了官了？真的做了官了，这都是娘子的栽培。哎，这都是郎君世界的长进。娘子，这位就是百年有居我名的李师兄。雅仙姑娘，哦，李大哥，你对陈郎有救命之恩，请上随我一拜。哎，雅仙姑娘，我长牛兄弟得有今日，多亏雅仙姑娘也得，我也有一拜。娘子，娘子，我金蒙圣恩，实为成都川军，请示凤冠娘妃，娘子请收下。娘子，陈郎，向亚仙出身卑贱，哪里受得起官高王府？有道是夫用其贵，这凤冠娘妃娘子不受，还有哪个担当得起？立古到今，哪有长远夫人是个烟花女子，岂不被人取笑么？我陈元后要没有你这个严德夫人，只怕早就葬身狗鱼河了。好过不明白的陈郎啊！想当初你不顾学才想把牙先去，临阵时将你藏的却将你，是今上青儿女成了长元气，是问君言无真恩少是你，总算是郎君恩深有情谊，怕只怕官场太人多是非，前出之间须谨记，我难解风光与鸦皮。娘子，你何出此言？我已列之不为，孤立了。陈郎，其实当初之后与我来接郎君，故后切莫劝君，无非想夫君本体。此今我心愿已了，别无他求。望君贤度正从，也信我是归恩莫明了。娘子，我的言情呀！我女后能有今日，先让言妻之功，今日见妻不愿才应，我还要这性命何用？不是死于娘子跟前怕了。陈郎，大娘兄弟，侬心思妙，反而要弄将个呀！陈郎啊，陈郎，你怎么不念我的一片苦心啊？你怎么不念我的一片痴心啊？好，既然郎君是此恩情难杀，那我就送你一程。只是到了结门，我便即位。娘子，事实不从，终是不知。娘，长牛兄弟，长牛兄弟，见风使舵，口口天杀，还要口口面食。到了结门，最好商量个呀。也罢，只得一头言气。雷臣吩咐神马，明日一早去城。
老夫人听得眼圈红，听到是亚西已在一关中，叫我李氏中过他妹呀红他妹红，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常元兄弟把亚西姑娘接来一关，想不到常元兄弟的弟弟陈北海却沉醉上身，也来到一关，正好母子相会。带我请出亚西姑娘。哎，有请亚西姑娘。亚西姑娘啊，是李大哥来了。李大哥，请坐。坐。哎，亚西姑娘，喜事年有，福气今年多啊。李大哥，什么喜事呀？常元兄弟的家娘还在一关。你说什么？常元兄弟的家娘还在一关。哦，真是谢天谢地！亚西姑娘，老夫人管向侬姑娘恩宠，叫我李氏来做个延城美翁。亚西姑娘，这18只地方吃得人吃不人，就在侬今口一开啦。哎呀，李大哥啊！哎，亚西姑娘，你的诚意我深感恩，真乃是讨真心何时语？老大人的是门庭官身无前程，我李家先无风攀高门。亚西姑娘，这我倒要来问问侬看了。当初要是没我李氏从皇帝的携带中把常元兄弟挖出来，一口热气的菜叶挖走来，这世上我有陈牛。陈牛要是没侬亚西姑娘马差点走赤木缺衣上京，也能中得了常元吗？这个官身，这个门第，这世上还有没有天地良心？一个陈牛已经和我这老大人官司了，这个活着的陈牛就理也不是来管了，大不了脱掉蟒袍，关掉什么？跟亚西姑娘做一对贫贱夫妻，哎，倒也落得个自在逍遥。弟弟母亲走好。亚西姑娘，老大人老夫人来了。娘子，我母亲来了。你是我见过老夫人。哎呀，快起来，严师傅，来，坐下。严师傅啊，我为能女精神，现场媳妇言德。老夫人言从了。哎呀，严师傅啊，闻听我儿时相亲，在朝之恩我铭记在心。
情言情，深沉门啊！哎呀，老夫人啊，去问老夫人甚事，也深知老大人的真意。想我李亚仙名不识字，冷落烟花，得蒙琳琅敬爱，此乃亚仙之言也。我俩曾海誓山盟，誓愿把手接牢。亚仙再说那时，真是梦也。不想琳琅为了眷恋亚仙，竟然误了靠近美良内心，认作孤郎。此乃陈郎之故错，也是亚仙之他才也。反不想老大人却将这旨，竟将陈郎长离去家。也是陈郎命不该切，等蒙李大哥相聚，我才天我全军，无非向夫君本体。此今也是琳琅高科技的官落有家，我愿谁也？杀去我李亚仙，岂不要玷辱了陈氏门楣，害琳琅官身，害他前程？立古到今，那有长月夫人是个烟花女子。亚仙私自破命，正官高攀名门，我这却琳琅灵选所女，再结良缘，竟向我受此白皮了。你要到哪里去了？我没记录。终余年，今宵一别，虽再无相见，此生了。娘子，陈郎，我这句陈郎，在我8年之后，到我坟上插上一次书泪，我虽死也命我的眼睛呀，替莫为我求长君，甚至为报眼前恩，才知身登罗榜，凡事夫妻两一分。得了功名，得了气，我还做什么长远我传君？倒不是特下无上才去。做一对贫贱夫妻应三礼。去吧，老爷，今日不把严先生我在心一动你。我哪里是不成我？你快去生来，快去快去！紫荆之事，紫荆话，且把往事复也云咯。啊，也想我今晚落里才与你，你生你家成门。老大人走进来，来听听音。哎，一关低起后座，方去别跑。
上高手，请。请美人出道。哎呀，美人是我自家呀，哎，找个女妹叫秋。秋，来，叫我做啥？请你做个野人妹哦，做媒。哎，好，干好不？跟我做女妹，侬做女妹。好，哎，怎么？起来，站起来！两人交关，永结同心，求你许得好姻缘。好姻缘本是好姻缘，上县里们包一官，吾之夫妻两团圆。请新郎新娘出堂。